顺国泰民安，就是从心祈福。也毋过北河总管即将疏忽的金河灵王不守天规，沉醉在酒色当中。小宝，你遮等我哦。当然。哎呦，叔父，玉帝有旨，爱你保魂发雷，落雨跑者，你哪袂记呀？唉，为师所要爱的是踮咧龙宫快快乐乐，无看无碍，生命永驻众生乐，不对轮回万古团。小龙女，陪为师饮两杯啊！哎，18滴生酒呢，多谢师父。仙界一日，凡间一年。金河灵王饮酒作乐共款2日，疏忽接受，已经造成凡间百姓遭受可汗之苦。师父，咱哪能啉落去，恐惊出代志呢？小人女，啊？为师互你专权处理，赶紧去司法干好。是，师父。雷宝四大天君听令，有何责任？速速降雨。是。金河灵王的门徒小龙女因为酒醉一时糊涂，未讲明降雨之处，而不该降雨之处，却狂风暴雨，患难成灾。千里眼顺风耳是妈祖的护法，奉命前来收服小龙女。小龙女，你知影你即摆咧创啥无？我的代志免你管啦。四大天君，顶替啊！搞怪小龙女不服，伊认为相信三界中各占一方，各有所需，千里眼与顺风耳无权来干涉，所以小龙女手中的宝剑毫不留情。现在，小龙女，你有违天命，就此处拿，不准你个乌白来。想要走一队，大家你报告。什呐？师父，代志满啦，咱赶紧动命。小龙女，为师叫你去司法降雨，你是安怎来魂飞魄散撞回来？到底是出什么代志？唔是啦，师父连白叫千里眼跟顺风耳摕走啊，宝剑嘛叫太上老君斩断去啊。哪会安尼？你到底是出什么差错？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善恶若无报，乾坤必有私。是破济天威妈祖。千好灵王，你是师父大良心，竟然荒淫失职，触犯天条，害天下苍生受苦受难，你也唔赶紧认罪？哼，这一切拢是我正和灵王宫的代志。你来处刑书问罪，有违常理。小龙女，啊？当中眼豁出去！正个你好，你遮尔无法无天，敢唔惊挂两台地铁出？玉帝已派天将要来掠恁两个，是恁自作自受，卖个接来报告。师父，咱人较少，我看咱已是先落跑啦。我堂堂正和灵王，未哪会当为所得命？我是先来选。这时，人间灾难不断，百姓生活困苦。
为着希望百姓拢会当安居乐业，朝廷派三皇子来祭天，保庇国泰民安。你头前。 只有怪，紧上网报警。是。嘿，咱伫天庭嘛算有名有势呢，大人创造条件，等我。你咧创啥？小龙，你怎有来吹算痟啊？哎，迄只是上网宝剑呢，你是有几条命？较犀利的。 孙府大人，地官官商勾结，偷工减料，地主帮花做大水，失窃的罪证拢伫遮，请大人一定要甲治罪。吴文山，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监工，竟然敢越级来检举，假使若叫我查出你是劫私怨、陷害冤枉，恐惊会杀身之祸。 第一个检举，若是有半句虚言，愿以死谢罪。甲这摕落去，你就当作什么代志拢唔知影，什么代志拢无发生过。这件鸟是朝廷拨落来做赈灾的用途，敢讲已经叫孙武大人亲上去，所以才要暗伏地官，两个人互相勾结贪污。 无想要收，是嫌伤少。唔敢，毕只是认为掠贪污、端正风气，这是目前上要紧的代志。检举，既然敢在本官的面头前说教，我今麦就踢你的字，诬告来治你的罪。问心无愧，铁证我嘛唔惊。我再讲，我今麦手内有掌握证据，所以我才敢来指控。我唔惊互人诬告。 啊，还有证据？你是另有其心？唔敢，毕竟只是为着天道公理，以表忠诚，唔是为着个人。出去！小小的监工，竟然敢讲话来威胁我，真正是想要找死！ 大人，拄只迄个监工吴文山，条治法，你来赶紧处理，不得有误。是。想袂到孙府大人竟然甲地官暗中交结，官官相护，官场黑暗啊！吴文山，你是捕花毒工，进前帮花死啊侪人，佮引起瘟疫，你是不是爱赔命？错不在我，是非天理，主意公断，佮辩解，你欠骂你啊！你想要创啥？你莫后背来哦！大胆！你两个是无法啦，拍死人是要赔命呢。文山爷，好佳在我赶过来，也了无啊？你无死嘛要半条命。都无啥。文山爷，你老实讲，你伫孙府大人面头前讲你认我，佮有证据，啊你是藏伫喺倒位？伊还咁讲呢？紧讲，你就免受皮包之疼。你甲孙府大人拢背为奸，我死嘛袂甲恁讲。
来走！走嘞！你们在哪？走嘞！来走！跳了几下温死的啦！伊毋是叫你掠去啊？不过大你坐我。你若敢甲黄文山治，你规家仔都有代志。 上到安尼，不是，唔知啊，小周帮花光伊，叫对面人疏通代志，你敢真是甲迄寡人一定是检举啊？我不是甲你讲过啊，你无迄个能力，你都莫去甲遐错我的人作对，你啥做袂听我的话啊？ 我对不起你。你敢不顾虑着安尼啊？你敢不顾虑着天宝？你像我是一个小草崩坏刚刚尔，你想怎要做错事咯？你想怎要去领遐个歹人啊？ 你敢知影？到时咱斗国该安怎散？咱的日子该安怎歹过？请你坚持信念，我相信天公伯啊，伊绝对袂亏待咱这的好人。不过你想怎都袂当甲谈咱一个啊！你想怎你莫去知影代志？ 你看你这么变安呢？你这么变安呢？万一你有一个三长体，你是要安怎对得起？辛辛苦苦甲你请养大汉尔，你是要安怎对得起咱唯一的后生天宝？为啥？ 先生，有爱的呀！你不跟我讲啥？为啥你不跟我讲啥？你不跟我讲啥？不是啊？妈祖庙。 我
陈李干跟孙红英总算是叫回着我。我即马来到凡间，我都唔相信迄两个阿公有法度找着我。莫怪阁罗先生拢讲凡间最好耍的，真正无唔对呢。花花世界，可是比天顶哦，搁较趣味啊！诶，哇，想袂到凡间嘛有高手呢，我都飞天，足厉害呢！好，有机会我嘛要甲我的武功展出来，甲恁比拳计。就好啦，咱以后生活是要安怎？阿娘，你别烦恼，无论安怎，我拢会坚强，甲这个家还好，甲天宝好啊，像有大汉，别烦恼，天宝咧啊，你伫倒位啊？阿妈，我伫遮学完报，就等下要先换掉。咱天宝算真可怜，说细汉都无安掉。我咱唔茫讲，文山在天之灵，会当保卫这个囡仔。顶摆找过，这摆一定甲找到，袂使回头出去。搞枪！妈，我嘛唔知啊。太平，我后生过过生啊，出来大大细细心情都要变情。我阿娘，伊讲有货啊，伊袂堪你安尼甲伊刺客。我求你，我拜托你，麻烦恁手势举较悬，莫别话我好不好？叫风啊！叫风啊！叫风！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你什么人啊？阿娘，是我车大人。人家已经这不行啊，应该要吵什么啦？大人，拢吵过啊，ยัง搁找无？一个人看无。老实讲，好提刚刚黄文山坐手时，是毋是从什么项目交代一下？小婆，无，我唔知影有啥物小婆。黄文山有写什么款检举的名函无？紧讲，为啥问？我真是唔知影有啥物秘函，我唔知影。你个电星，来啊，阿走！叫风，我要啦，叫风！行了，
庭参会，我会奏请玉帝，请会团指使你免死。好谢天威，刘总讲你会当扫三灾救别人，如今我自知罪孽真重，若是会当得过死罪，我那南道挂梁台挨得之苦，你要动我已经太晚了。 最后给我一摆机会，Go！ 无，我唔知，我真是唔知啊。结果，你红婿黄文山要死之前有交代你什么无？我真是唔知啊，我唔知啊。我个心中问你一下，你红婿是毋是交什么证据给你？参加到伊？我真是唔知啊。要予你一条生路，你竟然唔知好歹，给等落去！是。 小去！走的。搞这样的。 月娘以千里眼顺风耳两护法参见观音菩萨。水官，我都就正好灵王师徒行好，请观音菩萨降罪。水官唔免自责，一切我拢明白。你是心怀慈悲，为了救人，所以敬予灵王得脱度，错不在你。谢观音菩萨宽赦。敬予灵王甲小龙女。 以道济凡间，若拥护度天地之做法，亲日月之献机，成了道魔恶怪，就更加歹降服。凡间百姓莫受到搁较大的苦嘞。我愿领千里眼顺风耳两护法甲凡间，掠正好灵王灵机护法，并在凡间弘道济世，将功赎罪。千里眼顺风耳一定尽力协助。 前后灵王已经受重伤，法力大损，相信真紧就会当甲掠去。愿保我邦家清平万世福，玉帝有旨意，伫世间千万唔通令伊施展法术，惊扰百姓，逆转轮回，会走天鬼天界。伫咧凡间济世，是爱一德护人，以慈悲度化众生。 望天恩管讲，必定尽心尽力。妈妈，餐几好啊，紧出来食。
某啊，厝内发生这么大的变故，也无一人有去调米，刚才有你啦，真是为难你啊！阿妈，我有法度吃苦，你别烦恼我。阿妈，来吃啦，小哦。 你一看到这么捌代志，这么友好的子孙，阿妈足安慰的。阿妈，紧食了。小，会小哦，较细腻的。天宝，你来无食？阿妈，拄只烘的时阵，我已经食过啊。真实的？是真的啦，我食较少饱的。阿妈，你紧食啦。 乱啦，走！我不是来乱的，我要替我娘伸冤啊！我拜托你了，大人。叫你走你就走了，莫他妈惹你麻烦啦，走！王啊！苏大人，我娘是王的。食面的要点，气闹到。 安尼就有效啊！原来是安尼哦。小姐，顶头写的是啥物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讲，若是占落去别人无感觉，那你就要重新变换这占的位置，甲伊清浅啊。嗯。阿春，你坐来。我。是啊，坐来。小春才放伫遮。 紧的啊！小姐，唔通啦，我会惊。我唔是真正要占落去，敢若是练习尔，哪有啥物好惊的啊？王啊！苏大人，我娘是王的。王啊！王啊！我们替我娘伸冤啊！王啊！苏大人，王啊！我敢有听到囡仔的哭声，发生啥物代志是？小姐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囡仔，你叫什么名？你啥人要跪伫遮？我叫王天宝，阿爹过世，阿娘喊我离家。天宝，你看起来这么元气，你是毋是还没有食物件？阿伯，你赶紧去我的房间拍迄碗燕窝，先生摕几块饼过来。是。天宝。 你敢知你阿娘是安怎喊阮入教的？我唔知哦，我敢知影，我娘是全天下上慈悲、上疼我的，伊绝对袂害人啦。小姐，物件摕来啊！天宝，你太小紧食，食了毋才有元气有精神，要若无去赶着是破病哦。来，豆豆食。 豆豆食还够真济啊！
谢你啊！天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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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妈，阿妈！天波，你哪啦？阿妈！天波啊！啊，你红毛这么大，你向我走出来，啊，这是啥物所在啦？ 心愿，那爹当年嘛要死啊不明不明，结果我若要心愿咯，无钱是行无路啦。来，阿妈再来。阿妈，我想要叫我娘啦。你敢捌听人讲，东上一点珠，北是千点贵。 妈死了都爱你命啦！你叫你阿娘，你我想办法。你阿妈再来去，听阿妈的话，马祖带千里眼甲顺风耳来到凡间，对查金河灵王的下落。 煞看到灾后百姓困苦，变定离心。马祖秉持富国忧民的慈悲心，四过采药，解救重生，脱离苦海。听我娘娘，哎，娘娘交代，咱伫凡间袂当叫娘娘，爱叫公主，对无？娘娘，我来家己嘛咧叫啊。哦，公主啊，咱来凡间是要掠郑和良甲小龙女的，无道无志，你叫阮两个跋山过了，哪来这般草药啊？ 你敢无听人讲一见2万3休？代志总是有轻重缓急的分别。即马天下的百姓受到天灾人祸之苦，咱本来就应该先行医救人。听到无？较认真的啦。对，哪有无像你个性讲出来的话啦？公主妈，我甲你讲，出来你搁啉酒。哎爸，千里啊！公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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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千里唔知食到啥物药草，规个人跟你起笑呢。千里，千里！ 公主，你看千里来，咱变安尼啦！喂，我看起最严重安尼，公主啊！3月阴定，注定风湿寒热邪气，甚至是热唔当。所以这所有代志，你一定要记录清楚。也佮有4、5月的阴定，都要遐去做查收。 公主，你讲了有够对的呢，也唔可能听拢无，啥意思啊？有真侪药草，因为四季甲天气的分别，有当时伊就会当救人，有当时伊会害死人，所以啊，药草免乌白食，知无？无啦，公主，我是讲药草哦。公主，你是安尼试，不如咱三个做伙来试，啊，怎试就出代志。多谢公主救我性命，多谢。你哦，乌白来啦！哦，你若搁安尼哦，你甲较细一个。 千万唔通破坏我的计划哦！有啥计划啊？选啊！选！哎，咱对伫天花娘娘边啊，就是希望早一天修炼到立国无影，入境自由无界，大罗先生境界啊！大罗先生的境界啊，搁来咧？无啊！啊，你是不是真无聊？无人我的意思是讲，咱是皇帝局跟大地并联，要来这阵救人，敢讲你也袂记啊？哦，这想要个袂记，莫搁甲我提醒哦！我来讲讲啊！你看做算的，等来遐算，哇，我袂歹呢。
个细细念啦，我耳孔嘛足疼的。啊！哇！所以你后摆等我，知无？是。哎，行啦，对嘞。哎，等我啦。公主啊！老命！我几只树苗拔了，到头底，你是我的命哟！大爷老命，帮我走路，莫剁我手啊！哥哥，这个不掉啦！哎，头家，啊，想要是什么代志啊？你偷来包啊？你别剁我手啊！啊，你偷来包，我大声声。可你这包是安怎？啊，你真正苦，你给我讲。你两个手要痛啊啦！头家，冰寒气度心，虽然伊偷食你的包啊是唔对，也毋过嘛无需要严重甲剁伊的手着。我责任，啊，你唔敢认字，无你还代替伊互我剁啊！你积德积善，福有所归，恶行恶念的，得了人处请了人。假使讲，你若真是无放伊煞，我替甲这个银两应该会用的啦，吼。袂使啊，这可能一单剁啦，这个剁断啦，剁掉啦。我今仔吼，这手吼一直要甲剁我啦！啊，那奇怪，剁来剁去拢剁着我的手啊！我都唔相信，那剁下你！一声哦，你走袂去啊！吼！我就伫遮。啊！啊，你个是剁袂着。头家啊，唔对呢，我看你边迄个李马洲，一定有啥事，一定是伊啊！有啥事无？哪有啥事啊？你这个八卦嘴，这个两个。就是安尼，我真觉奇怪。你做这白啦？哎，你嘛跳！公主啊，这小可代志啊，请你来处理就好啊，我你边仔休困。哎，我知啦，公主哦，叫你袂带乌白来啦，知无？放心啦，我袂乌白来啦。啊！我跑啊！你这动作我好气哦！哼，得胜没用我输，我毛都对付你。你是错啊！谁的呀？千里啊！啊，你真正拢无白来哦！啊，你用拍干呢？啊，你我都你教袂乖个，公主教过我哪有可能教白来？公主啊，你有看到吼？千里用拍干呢，伊是去救人呢，这个人无救啦，对因自卑是对咱家己残忍哦。啊，伊安尼啊，公主啊，这个人哦，人心浮动哦，为着三顿三代拢做会出来，还家自生自灭啦，莫插伊啊，莫插伊啊！等下来到凡间，恁两个就这么啊失志，安尼敢袂违背天命？平心该用人天法，建成灵团地府中。既然咱已经发愿要来弘道济世，都爱忍辱、耐烦、有恨，爱有爱心、有快乐的心，再来用慈悲心换取因的良知。千万唔通对因放弃希望，毕竟人性本善。都得赢，好，大家，来，阿九位来，请。可惜，你来啦。
是。三皇处出巡，你唔知相片，你是只大胆。歹势，我咧看病人，相片袂赴，请三皇处原谅。来安尼，你就磕头谢罪。红颜酒，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。 三皇处出巡，你唔知相片，你是只大胆。歹势，我咧看病人，相片袂赴，请三皇处原谅。来安尼，你就磕头谢罪。嘿，啊你哦，能体谅别人一分，能忍让别人一分，就会当得到10分的福。万项代志唔通强人所难。 你是什么身份？凭什么甲我讲道理？我唔是咧讲道理，我是要爱你知影，权势甲地位唔是上重要，上重要是人甲人之间的关系。放肆！你这个切卡线，竟然敢甲我假死！来啊，走！该隆重挂照。等下，贵为三皇子。 更加应该体谅百姓的善食，较辛苦白甜才对。对啊，你若个全部甲赶走，我就互伊知，咱个是批评恁无认无得，恁知无？就是讲啊，你安尼哦，甲地下台的恶魔有啥物无共款？哼，竟然甲讲我是恶魔，你是无爱命！哎，听我说，爱有慈悲心，求福受惠。 假使讲若是心生恶念，种种魔生，安尼甲伫地下有啥物无共款？这位公主这世救人，贴心灵活，实在真难得。真是嘞，是阮的唔对，请你继续行医。心灭恶念，种种无变。三皇子，你无欺傲之心，相信百姓一定会感受到你的温暖甲原来。多谢三皇子体谅。 身该3年，还干3年，3年公平，保行连期，以达尽命。师傅交了，三皇子伫外口想要求见。生死安危无不一定，一切拢伫我意料之中。师傅果然是一个真人，了事如神。 庙通恭迎三皇子，祝三皇子鸿福齐天。请问真人，谁哪这师傅要放伫我面旁？回三皇子，进前者遭遇罪犯，所有诸侯拢压倒去。今日是良辰吉日，所有诸侯拍点的者，清风微微吹过，会为诸侯带来玄妙神气。人接受这种风，会当消灾解的静重智慧，这也是我庙通迎接三皇子的礼仪啊。 真人所讲的，确实是事实。我徛伫遮，突然间感觉规个人拢精神起来，非常的清爽。真人信义，感激感激。啊，不敢不敢。敢问三皇子，今日来遮是毋是有需要我庙通改好之处？哦，久闻今人精通奇门遁甲之法术，是毋是会当互开遮眼界？ 强剑不如强命。
变做菜的，确实是。请三王主你要强中破题。三王主，这就是阮师傅的传唱术。果然是名不虚传啊！三王主，请。我这摆出宫是有重要的任务在身，并担心修成果，希望真人会当上座。妙通强听，请三王主明。除了要巡视地方的赈灾经济以外，上重要的是要紧一个良辰吉日，前往东岳泰山祭天，为天下创新祈福，消灾解厄，祈保5条江山永固。时到祭天大典，该请真人以先导之法来主持。白挂灵存向恶事，天高不负善心人。三王主有此善念，是为百姓之福。我苗通义不容辞，不敢有半点的怠慢。真人在此修道，吸受灵气多年，神通广大。唔知对祭天大典，敢有啥物建议？三王主，泰山的山神已经被册封为东岳大帝，若是要定泰山行祭天圣典，必先斋戒749天。若这749天内必有凶险之事发生，期待三王主一切谨慎，平常民心，方能化险为夷。是毋是会当请真人明示，到底日后有啥物凶险之事？天机不可泄露。三王主，我苗通今日当对你讲，三王主必须用心了还业障，功行了后。超越原谅，还你今生正果。只要一切功成圆满，日后一定册封你为国师。请三王主殿下恩宠。阿爹。文人。阿爹，查某囝想要问你讲。登上一点子，民间千点花，这句话是啥意思啊？文人啊，文人啊，主是指官府在执法的时阵所写的法律文字，意思就是讲，登上廿笔点子一批，就有关当下百姓的生死。文人啊，你是一个巧巧人，应该知影这其中的意思。来，操来问阿爹咧。阿爹，这句话是昨暝伫大门外口，查某囝听到一个目睭无快阿婆所讲的。阿爹，查某囝真正希望你能讲白心话，千万都唔通冤枉着善良老百姓啊！啊，你无代无志，哪会走去大门口听到迄句话？昨暝风雨遐尼大。竟然有一个囡仔跪伫外口，讲是要替因阿娘伸冤。后来，迄个目睭无看的阿婆就将伊的孙带走啊！阿爹，敢讲真正有冤公这件代志？文人，你自细汉受礼教，敢知影官场以世万古、大业春秋、九转丹心这三句话？我当然嘛知影，官府有岁末一日，升迁千万，有人一世就是120年才会升官。想要做大官立大业，都要亲像道家炼丹，需要经过几落摆的修炼，甲考验才会用哩啊。无唔对，阿爹会当受到朝廷的重用，出任巡抚，位高权重，这是我领无简单的代志。阿爹当然嘛会定上。你也知影，阿爹事多顺遂，拢是因为阿爹平常时做任何代志，拢明察秋毫，公正无私。
怎？你唔相信阿爹？不是唔相信，只是我感觉迄个囡仔实在最可怜的。在后四界拢是可怜的啦。阿爹为着进仔已经是尽心尽力了。文玲，莫搁阿爹分心好无？我知影。奇怪，我若讲到冤人，阿爹拢会将话讲甲跑回去。敢讲这其中真正有阮情？你就是通奸害夫的吴家新妇李玉豪。做啥？我修护多，你死好啦，你死好啦，该跑死，你跑死！你上次白见小查某，死好啦你死好啦！死，好你死，好你死！唔通休养咧。你跑死！大林，饭来啊！在坑咧。李玉凤，你无去互水淹死，佮无去互拍死，算讲你命不该绝。紧姐啊！太奇怪，太奇怪！这款所在本来就是安尼，成手成赢，想要换到其他靠用的。紧讲，黄文山的证据到底藏伫倒位？我知影，我真是唔知影。李玉凤，你唔通搁再遐尼倔强，你要想清楚。你有大家，也阁有一个后生，敢讲你无想要赶紧转去团圆啊？你敢真是会还我一个身边？你敢真是会放我转去？迄都爱看你啊！你若老老实实讲出来，我会好好互你接一顿，然后真紧甲你送回。安怎？不过，我真是唔知，我真是唔知你所讲的证据到底是啥物。老头大爷，我已经照你吩咐的去做啊，即马是要安怎？这都要看伊的做法。红颜树高旁，小无听孤单窗。禀报大人，上下去过黄家，前后超过2遍，赶快超过到大人你所要爱的物件。黄家这个新妇，伊应该知影内情，严刑甲逼口径。大人，这个查某个性真倔强，到即摆伊还是完全讲伊唔知影证据伫咧倒位，就算讲甲拍死，伊共款嘛唔知影。大人，黄文山身受重伤已经跋落海，比是认为伊必死无疑，请大人你免烦恼遐济。阿两爸爸嘛有行，我也是袂放心。但不离命大，走倒去因兜，甲证据交予其他的人，安尼代志就严重。大妹，你是我的媳妇，嘛是本官下来32州县的捕头统领，你应该知影，我相信你。多谢大人你的疼痛，
老爷，夫人，恁两个是咧讲啥？讲到遮尔啊神秘。大人为着公司在烦恼，灾难过了后啊，4月拢是土匪甲贼头。大人交代属下，爱甲地方的治安做好。哦，但明啊，安尼就辛苦你啊。应该。老爷，三皇子已经伫要到啊，你是毋是爱准备去接驾？对，操烦遮侪代志，险啊袂记你遮尔要紧的进事。头家，拜托你了，太拜托你了。狗囡仔，你调工要乱呢？你陪你酒是无啊？哎，是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过我赔偿，我无钱啊。安哥，我才做工拄少。好啦，免陪用的啦。无你讲啊，向我讲，我早来找我什么代志啊？你若爹爸甲我讲过，你是好人，拜托你帮我写告状，我要替阮娘娘申冤啊！哦，厝长来到这，每一工咱就山菜药，替人治病，哪拢做一寡多才做的代志啊！啊，夹着啊啦，我谢谢。娘娘，我是讲吼，我无要紧啦，我是惊你忝啦。是啊，娘娘啊，咱皇子吼要掠前后灵王甲小龙女，我知影你想要封信都这事啦。不过玉帝的圣旨嘛不可违啊。恁两个可能还阁唔知影，三皇子就是真了。伊要登堂甲泰山祭天的时阵，泰山之风有天地精华，有阴阳的根本，阳梁好阴，木叶金精两气交汇的时阵，就是雷霆万钧之势。这甲咱要掠前后灵王小龙女有啥物关系啊？祭天的时阵，拄好是天理数千统领万物，你敢袂记？前后灵王化作恶龙逃走的时阵，伊已经受伤啊，伊必须吸取这雷霆万钧之势，才有法度恢复伊的元气功力。就是讲哦，真可能可能藏伫遮，等人遮大举行动就对啊。小姐，哎呀，公主，你安尼做，敢有透动哈？外口有遐尼济趁食人无饭通食，但是恁变做淡薄仔代志，这嘛是应该啊。你若搁加讲哦，我要生气哦。公主，你有安怎无？你弄到人，搁做你走，你倒来。喂，嘿，花何清楚？当今三王子出巡，你是无想要话？就是三皇子嘛是共款，共弄着，共款是爱回去的。可是你若认为我无犯着三皇子，那安尼要安怎处理？都是在你。公主，减讲几句啦，性命较要紧。性命虽然要紧，也毋过嘛袂无讲实话啊。你敢知影？土家这个米能救偌济人无？身为一个三公主，就算讲无法度超凡入圣，也毋过上无嘛要有仁慈爱民的心。你讲对无？这位公主讲了真有道理，大家紧斗相共，把土家米捡起来。是。药仔会记得照三顿食，也较接休困吼。这里药，大家行哈。哎，这位，来。喙齿通知我讲。哎，这位，手行哈。哎，阿咪笑。做啥小龙女的？唔通轻举妄动。公主，我有听人讲，你伫遮行医救济，拄啊好，我有学淡薄仔医术，我是咧想讲，是不是应甲你斗相共？哎，特别讲到医术吼，你是比袂我讲出的。你若有想要斗相共，
来呀，兄查跩啊！你哪会对阮小姐后白来？小姐？这位小姐，你都查某的，咱要叫做查甫的啦。恁是有啥物企图啊？敢毋是来乱的吼？你莫后白讲哦，阮小姐是师傅大人的千金。千金小姐，莫怪水，气质袂歹，毋知几岁啊？你行袂？我姓刘，名文兰。我的阿爹认是孙府，这个所在进前犯水灾，有真侪老百姓拢得着传染病。我的阿爹伊爱民如子，我这个做查某囝，免有可能定定徛伫边仔看。学医术救人，唔难替老百姓减轻痛苦，而且嘛是替家己积功德啊。文兰姑娘，难得你这么有心，我替天下苍生给你说多谢。千里顺风，恁这么啊无礼貌，唔赶紧让回去嘞。歹势，歹势。属下在此恭迎三皇子，有怠慢之处，请三皇子下罪。你就是孙府老英台，属下正是。那你朝廷所拨来真侪官员，你是毋是全部拢收到？启禀三皇子，所有的文书拢已经收到，也拢用伫进财顶头，细节伫校簿顶头拢写得真清楚。 可以过来。是。这是啥物件？启禀三皇子，这个囡仔明明是来扰乱的，三皇子无需要参与。我无来乱啊，我就是要对我良心冤啊！好，我问你，你阿娘是犯啥物罪？为何会含冤离间？这其中的冤情到底是安怎？我无是亲手，我敢知影，我娘是互人害害的。 伊是冤枉的。你醒起来，莫紧张，慢慢讲。是，多谢三皇子。启禀三皇子，这个囡仔。 小小的年纪，竟然让你受这么大的痛苦，真正不简单。你叫啥名？我叫天宝。天宝，你唔免惊，甲你阿娘安怎向hand派，安怎含冤离间，讲清楚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，我敢知影，我娘绝对袂做出离婚歹代志。我娘做出来就搞啊！ 做人爱清白，爱光明正大，伊绝对袂害人啊！天宝，我唔是问这，你只要甲你阿娘冤情讲个清楚就用。我嘛唔知影要安怎讲，
叫人到时候赶快下公主，希望够打去啊！连你家己都唔知影，我要安怎替你安尼心愿？启禀三公主，天灾水患了后，真侪百姓怨天尤人，因的心态真可疑。属下认为，这个囡仔应该是无正常，才会走来这了乱。三公主唔免阁为着这个代志操烦。天宝，你先甲数装写好，再来找我。坐走。是。三公主，请。三公主，这是赈灾小谱，每一笔支出拢有详细记载，请明示监护。真好，老大人尽心尽力救灾，你到我一定上早信箱，甲你加冕。多谢三公主恩典。但不过有一句古话讲：有风空气浪，无条水自白。三公主意有所指，请明示。拄则伫咧桥顶，有一个囡仔走出来申冤，到底是为着什么代志？你老实甲我讲。启禀三公主，这是一桩无守妇道、通奸害死翁婿案件。那呢？你拄则是安怎甲我讲？迄个囡仔无正常，是挑过伊走出来闹事的。三公主敏感，请听属下解说。犯人李玉芳是迄个囡仔的老母，伊所犯的罪行已经是罪证确凿，所以唔免阁费心加查伊。迄个囡仔，迄时阵遐尔虔诚，会当忍受遮尔大的痛苦，敢讲这其中有恩情？望眼像孤芳小无听，孤单窗。多谢。多谢，多谢哈。多谢，多谢你哦。多谢，多谢哦。多谢，多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哎，你先喏，走，给，来差不多。小心点哈，等你哈。陈丽，给你倒一杯水来。你脚内受伤，顺好，你准备药啊。水来。打啉，打啉。你叫什么名？陈天宝。陈丽，去摕一个包来。我讲哈，吃。我袂要，我不紧回去啊。哎，真好，你拄仔就是想要，唔只会软骹，啊你即马骹搁受伤，好好食食，再搁倒转去，吼。唔免啦，有时我妈一个人伫厝的，几个人无食物件，我要甲这个摕转去互伊食。原来厝内面还阁有阿嬷，你真友好。安尼我搁摕一个包仔你就好啊嘛，请你。唔免啦，你奶奶讲袂使贪，遮还阁有足侪人无物件食，互因食就好啊。我甲阿妈食这个包就好啊。文爷，夫人，今仔日三皇子驾到是厝内的大代志，你竟然无伫咧厝内以礼相待，也搁女扮男装出去佚佗。
那是去互恁阿爹知影，连我嘛会去互伊骂惨咯。我是去赈灾做好事。赈灾？是啊，夫人，小姐还阁斗相共做饭哦，连我嘛无应该叫要忝死。唔免去插嘴啦，落去。文燕啊，赈灾的代志，互恁阿爹来处理就好，你唔免烦恼这。阿娘，我亲身去赈灾，甲官爹去发红银两，这是完全无共呀。有啥物无共的啊？我去遐上一种欢喜心，我感觉能亲身照顾需要照顾的人，这安尼是一种福分啊。无唔对，有欢喜心，有顺心，才有福。三组，今日的努力，唔就超过你的代志，路必须所在，请三组。三组，原来你甲我的查某囝文人见过面啊？伊是林千金。有较好无？药已经甲你传好啊，你紧啉啉的，还阁少年，真紧就会好哈。啊，谢谢。公主啊，已经无早，你嘛好通休困啊，吼。我袂忝。过来。哎呦，公主吼是咧替因祈福甲改业，参与这苦难的百姓，真正爱有人哦。替因关怀，互因帮助，安尼人生才有希望啊！公主，我讲得对无？对。哦。阿伯，身体的病痛并无可怕，上较可怕的就是你的心念。你若一直感觉讲家己袂好，安尼你会愈来愈艰苦哦，哈？对啦，阿伯，我头拄哦听到你在哀。你是安怎爱？你是安尼？哎呦喂呀！啊，你欢喜的时阵，你嘛是安尼？哎呦喂呀！啊，两种听起来，倒一种较快乐啊？当然嘛是。哎呦喂呀！对啊，你看你笑啊，你笑啊。对啦，所以讲哦，咱喺辛苦病痛时阵啊，咱的心来转念。比如讲啊，你会当，有，你会当挂一挂提灯提醒啊，哦，迄提醒咧死咧，你就感觉袂痛，有无？安尼就对啊啦。来，妈祖，你来凡间行圣道要掠我，哪有这么简单？到最后，遭受的灾厄绝对是你。欧良，前面来是比利红树，兄弟，司机。师傅啊，安那是你？师傅，原来你是仙界灵王。对，仙界无我用心之地。为地下凡间，千魔清地。千魔清地，师傅，你唔是讲这修道炼丹，是为了要救人做功德？但我法门之宗旨，是要达到无极之界。渺渺无为，混太易；如如不动，何愁？师傅，三味灵火火准，大功告成啊！灵光铁太虚，道体配良心。这
是魔力良珠，是我整合灵王的元神之珠。当初我被马祖拍着伤，良珠因而受损。如今我已八卦路锻炼修补，我的功力有哪恢复袂少？这要成真有关系，只用三公护体。这个马祖法律不变，我若无摘掉林主我真正的身份。日后三皇子泰山这天，我夺天地造化，我天道玄妙。到时阵，我就是模范大帝，唯我独尊。天下地主跟随我修道悟道，到时阵我来当修得无量修身正果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禅心笼罩千江湾，真性情含万里天。风云变成的，天也变暗的。我看应该是出代志后。我来去调查一下。不错，阮调查过，上可疑的就是这。公主啊，你来看，你来看。啊，迄个阿伯毋是以前拢伫咱遐医病，啊，即马跪在遐咧拜。只要药药啊，若是有效，我要阿伯食好，哪有什么要紧？不过，正神天空，自然法律不变，有求必应。根本是骗人的啊！唉，各位啊，你去互伊骗伊啊！基本顿甲，敢若下当算好运甲歹运，袂当替人加持伫背，这明明就是用法术咧骗钱嘛！对啊，大家唔通叫伊骗去啊！像孤芳小路行，孤单头。啊！
有较好无？差不多啊。既然有较好啊，顾一个药啊免遮大难。咱算个啥？同齐办好无？好啊！一、两、三。恁两个有影小欠债，连抹一个药仔都冤家。啊，娘娘啊，我看吼，咱莫遮尔戆仔啦，做啥物济济救人的代志，咱三个哦，根本去用推济啊。就是讲啊，咱普通社对因遐尔好，送物件互因食，搁替因医治，嘿，讲变面就变面啦，哦，够过分的啦。遐个百姓为着保性命，一心想要救灵丹，所以毋只会去用鼓舞，去用骗去，迄嘛是足无奈。颠倒是恁两个，有咧守的人，人甲咱骂，甲咱拍，咱免有怨恨的心，要有感恩的心。感恩的心，我看咱是花心去有累金。千里眼顺风耳，假使咱来当吞忍落来，这就会当显示讲咱要济世宽忍的爱心。所以，咱爱甲所有重伤甲欺负，拢吞忍咧腹肚内。甲抹药啊，当做咱咧啉甘露共款。啉甘露，啊，阮两个人是去用拍到干啊干落咧，我惊我做袂到。尽心就好啊。像娘娘啊，看迄个庙通真人用法术咧对付你，你也无心中法术啦，是安尼破解啊？我用一字无理制胜，对方有幻术。伊有限、有尽、有变、有量，而我无理。我是无限无尽、无量无边无去，以无对有，以不变应万变。安尼，娘娘的意思就是讲，以后我甲顺风嘛袂当施展法术，以不变应万变咯。无毋对，免个轻易施展法术。也若无，一个变拖汤，一个变臭二人。娘娘，我看你摇去。娘娘，我听着动静啊！小亮，你来啊！来个你啊！看哦看哦，家团的道门闭远啊！来到贵宝地啊！若无买就伤可惜啊！海陵王铁虎文公散，照来刀枪不入，勇敢啊牛嘞，敢啊牛嘞！3000年前的宝物流传到今仔日，天顶神仙18罗汉，拢是靠这面啊！来，哼，乌白讲。那有先生爱食啥物药啊？我哩灵王呢？拜托，我含伊遐尔熟，我就从来冇看过伊食啥物文公散。哼！你是要来挑战的是无？安怎？明明就是，啥物叫挑战啊？你搁第四哦？比看卖啊！假使你若敢起来顶头讲大师比武，阮若比输，共向大家下失礼，从今以后退出江湖。阮若比赢，伊这全部药你拢爱买回去。干不？像加像，来啊！换你啊！
人拢走去倒呀？切，哪有啥啦？阮才想要问你走倒去啦。哦，你真够走呢。会惊呢？我甲你讲啦，会惊就紧撒手就跑，甲阮倒来天庭受审。呀若无吼，我是烦恼，恁两个人会死伫我的手头。你甲看啦，这个查某囡仔吼，安尼生做水水，啊伊的嘴吼，敢若臭狗仔嘴。鬼话减讲。等下无呀，六。宝贝查某囝，你总算是来啊！我准备讲今仔遮尔啊重要的场合，你唔紧来呢？若唔是我硬甲拖来，伊根本就无想要来咧。规工就干那知影拍走，我真正唔知影，救遐个财民，敢讲比你的终身大事较重要。阿娘，恁搁要替我，遮尔啊澎湃，是迄个三公主。正是。即嘛是皇子，将来伊若是登基，我袂。你讲这什么话？伊即嘛是天下间上界有价值的新娘快婿。爹，将来我若嫁入去乡宫，较算。三皇主教。恭迎三皇主。老大人，免礼。三皇主。咱毋是讲只是食食便饭，而且大家穿的嘛是便装，官场的规矩就免。属下遵命。三皇主，盐匙已经准备好啊，请。本人参见三皇主。免礼。三皇主，请。请。就是干那你人算命了。有你讲没当有法术的。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我的天！哦，你哪会用法术啦？来，起。算话，娘娘讲过，咱袂当用法术，会晓用我说袂晓用，是不是？哈？啊，不过咱即摆上重要任务就是掠小龙女，对无？迄个妖女啊，乖啦！等你，这个小龙女是要对一摆你受伤的时阵腹肚痛，我是带你去看妞妞，紧的啦，先带我去看妞妞。你有够鲁的呢，好啦，行啦。为了要表示属下对三皇子会当出巡民间财政的敬畏，还有配合乾隆放学这天，属下专工准备了一些非常珍贵的素材珍馐。三皇子请看，石灰万金，
自古有貌，也阁有上面雕刻，尤其是这个上面，全天下间一年只不过会当采3秒外尔。受灾就受灾，敢有需要这个？小下所分，小下提出。栽界的目的，唔但是真巧真新，上重要的是要真心。开这么多钱，摆这么大的场面来食素斋，老大人，敢讲你爱我带着珍贵的心，前往东达泰山这一天，互上苍认为我这三公主唔知影谦谦，唔知影谦虚心。这个三公主看起来一点都袂骄傲，而且即马民间灾害不断，百姓生活困苦。有的人甚至连一喙白米都食唔到。咱身负关切百姓安危的重责大任，这尔浪费，这尔险羞，以身何命？困难心。小下所分，小下提出，请三公主下罪，即时改正，即时改正。大人啊！阿爹啊！我早起来做。请紧，请紧，一般的素菜真紧就会替我带顶遮无必要的物件，请三公主下罪。手鼓捧，小无惊，孤单窗。水哦。不对，拢交代我说。你爸爸。哎呀，安尼这阵影响。文莲，你是安怎啊？文莲，文莲啊，文莲，你是安怎啊？文莲，文莲，文莲啊，文莲。你叫我。你甲我讲话我袂记。太大声声。我才毋是在讲过。女所在界，就是真巧、真心甲真心，袂用食遮尔贵的所在。啊，你即摆来？真贵。真贵物件无用食。这物件毋是我补出来的啊！佮再讲，煮都已经煮啊，无食，敢毋真无彩吼？你快讲，哪一真拍算呢？讨债，哪会讨债？我电脑感觉。一般的青菜、豆腐，若是食一饱就好，无需要食这么珍贵的食材。这么珍贵的食材无用食。我跟你讲，你是想法唔对啊。那，你即摆想看卖哦，伊所以珍贵，是因为真少人食。那愈少人食，伊就愈稀罕，愈稀罕，最后结果，就是绝种啊。敢有这款道理？当然嘛有，那这千辛万苦，自然有伊循环的道理。
你看，这，伊若食落去，伊就搁生出来，而且哦是一代比一代愈生愈好。假使讲你若不爱食，伊自然就会死去，生命力愈来愈衰哦，到最后当快绝种。敢是安尼？是啊。呀，太啥？你看，这个物件哦，拢是素的植物，唔是杀生的草的，好晒吼会生气的啦。食。也毋过，即摆民间有遮尔侪灾民，咱搁遮尔浪费，遮尔享受，会用着哦。你若无要食吼，这金贵的物件哦，都销袂出去啊。若是销袂出去，就无人要买；若无人要买，就减轻就当作机会。歹势我吞者。我再讲吼，继续安尼落去，若遐都无钱的老百姓，以后毋就无迄个趁钱搁是个机会啊！来，食。林千金讲的嘛毋是无道理啦。食，也毋讲哦，后摆袂啊啦，这遐珍贵，无适合。对，以后阮就准备一寡一般的素菜互你，来，请用。文人到底是安怎？来，跟我换一个人来看。这位文人姑娘的想法，真正甲一般人无同款。你这药草拢打去死去啊，嘛无药性啊！我看哦，这拢唔通卖人啊！你管遮济是要创啥？头家，打去死去的药草是无法度治病。我想你这卖药草，嘛唔是干那要趁钱尔嘛？会当甲别人斗相共，甲破病的人医病，我想比趁钱搁较有价值着。啊，无我就要买啊，讲遐济。头家，真多谢你呢！哦，阮囝食甲你买药啊，比加好偌济啊，真感谢呢！我比我低呢。哎，这哦，拢歹去啊啦！啊，我换一个较车互你好。啊，多谢，真多谢呢！多谢。好，真感谢。头家，你无卖歹去的药草给别人，安尼你心就会安。自求心安就是平安，关心别人就是咧替家己祝福对。你讲安尼真有道理呢，公主啊，你爱啥物货尽量紧，我甲你算本钱就好。拄则听你打开破吼，我嘛感觉真有道理。就算无趁钱，我嘛感觉真安慰呢。多谢头家。苗东今年千年本地，来替各位乡亲变消灾解。苗东今年消灾解。苗东今年千年本地，来替各位乡亲变为消灾解。苗东今年消灾解。请好你哦。苗头今年千年本地，来替各位乡亲变为消灾解的，消灾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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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苗头今年千年本地，来替各位乡亲变为消灾解的，消灾解，消灾解。不是真好啉哦，你看，这个苗通真人伫个所在，竟然妖气大定。后摆一定危害百姓，一定要想办法阻止。看这百姓的心，已经予伊用妖法买收去。即马若是有冲突，一定会伤害到无辜的百姓。敢讲时机未到。你掠我转去天庭，你豆等。总有一天，天庭拢是我前额灵王的。红颜酒，孤芳小无听。
主啊！廖大姐，什么代志？林公主，你又要怎好话啊？你别话，请你稍等一下。你个听遐吼，一大堆人啦，拢咧等你呢，拢要领救济免治药啊！我知影。即马一档吼，日子愈来愈歹过啦。死过吼，若毋是旱灾吼，就是瘟疫啦。看这人吼，遮尔痛苦吼，我心内吼嘛足唔甘的。廖大姐，是讲人嘛免总是挂无事败，歹运若去，好运真紧就来，对不？有道理。廖大姐，那安尼拜托你替我讲一下，因为我若装好，我会随派人送去。我知影。你讲啦，哎，什么代志？无啦，妞妞参详一下啦，看会当共阮用法律无？若无用法律哦，莫讲甲迄个小妖女抓起来啊，千里会得要拖汤啊呢。哎，本来就是啊。讲老实的，我嘛得要臭耳人啊啦。无法律，阮两个根本就无法度甲迄个小妖女甲真湖利用抓起来啊。千里，你我装好，替我捧落来。顺通啊，快甲我医好。是。较紧的啦。哦，顺啊喂，你定讲我讲你唔共款，哦，用笨的，你规气亏是来演啦。啊，无你来啊，来啊。嗯。用水啦！法律嘛用到时阵，用到方法。那个法律，比如做拄则巷路会，那用到，就会当抓药草，就会当治病救人。啊，若是用唔到，就亲像恁两个这款梦。匆忙、鲁莽、欠思考，是恁即马上大的缺点。我希望即摆要掠情况流氓甲小龙女的时阵，恁拢总爱改掉。搁再讲。因两个伫遐尼侪天兵天将的手头，拢有法度逃走啊！以恁两个法律，敢有3条掠着伊？因业天行事，占入人间危害百姓，对因、对人世间、对恁，还阁有对我，这拢是一种宿命，这拢是一种考验。陈律师吼，我定来甲恁提醒，来到这个人世间。咱就爱闻声救苦，消灾解厄，行医济世，度化人心。公主，这我拢会晓背啊。对啊，唔是干那爱会晓背，爱搁亲身去做，脚踏实地才会练。搁再讲，你若是用法律，万一无小心去伤害着无辜的百姓，安尼是要安怎？公主，我知影，你知吼？公主，我嘛完全了解。你意思是讲，若莫用法律，咱就要用智慧。你是无啦，好咧加载我无？嘿，我虽然懵懵讲哦，不过我搁知影，公主会去救迄含阮受过的玉姑娘啊，这其中啊一定有什么奥妙天机，对无？玉凤算讲是一个真好女着的媳妇，所以嫁出来囝天宝，好心感动啦。你若莫去用陷害受冤屈。虽然冤家散食，也毋过一家伙啊，应该会过得真快乐。那你公主，咱甲替人伸冤，主持圣礼对无？这是菩萨后咱的任务，好奇重大。放心，你生得遮水，我来甲棉花糖甲你烫，互你较好就老嘞。
这是遐中毒的人啉的毒药。你袂记得哦？妞妞是神呢，啊，这种凡间的毒药，哪有可能甲伤害啦？对不？无问题啦。妞妞，你啥物啦？我感觉，药我啉落了，毒性无解，颠倒喘搁较紧。即马已经喘到泪花落里去啊！妈祖启示录，慈悲是救世的泉源，但是无智不成大义，有智慧才会当发挥无穷的毅力甲自卑，来保济众生。思乱